人的心中。咱即时特别为着台南市来祈祷、来守望，咱同心开喙来祈祷，请。听通看过阮的上帝，阮来仰望你，阮来敲找上帝你的心意。阮上帝你亲自伫当中，你的恩典、你的听通，特别点伫阮的心内面。祝福阮伫当中，我靠你，互阮伫当中求你亲自赐福伫阮内面。主啊，阮知影伫过去一礼拜当中，伫台南，主啊，阮看到真济遮个无平安的代志发生，有淹水的所在。伫当中，阁有火烧，伫当中有即个木栅即个所在，伫当中我看到有一寡人受伤，有一寡人的厝伫当中，拍无去，咱需要伫当中来受上帝你的安慰，受上帝你的看顾，受上帝你亲自伫阮当中来显明你的旨意，显明你的听通，互上帝照着你的心意，你讲。主啊，你要赐福伫阮活命内面，互阮我靠你，互阮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得到上帝你的保护，得到上帝你的引带。主啊，有缘伫内底，主啊，阮要来到伫你的面前，求上帝你亲自来做工，求上帝你亲自来做工，求上帝你亲自来做工。主啊，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完全无共款的身份，得到完全无共款的生活。是我靠你，是对你所来，是用阮的一生来服侍你，用阮的一生来敲找你，来应跟上帝你的恩典。看看求你引带定带领，谢谢主，我感谢你，感谢主，阮学到你，阮颂赞你，阮要来敲找，要来应跟上帝你的名，谢主。只是咱嘛特别要继续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对于后礼拜开始，咱就要开始咱礼拜堂修宪的工程。伫当中，咱主日崇拜要刷去到伫小西门里的活动中心来聚会。咱求上帝亲自来带领，或者个时间的过程，一切一拢平安，一切一拢顺遂。咱有一寡代志是咱无法度去掌握，无法度。来看讲，咱会当做啥物？但是咱将一切交托伫上帝手中。咱相信上帝伫当中会当带领所有伫当中的工人，伫当中时间的品质，实在是有上帝引带。咱嘛特别为着咱要刷到伫小西门里遮的聚会，咱求上帝亲自来带领，互一切咱所有备的一切伫当中。咱要有备同样的器材，要有备同样，咱要怎样伫当中来合作一堂来聚会？求上帝拢亲自伫当中有备同工，伫当中带领所有的同工做伙同心来服侍，互咱伫活动中心的聚会有缘会当继续伫当中大家做伙来荣光来敬拜上帝的名。咱只是特别要为着后礼拜开始。咱要开始修宪的工程，咱来到伫主的面前，咱同心来祈祷，请主来到伫上帝你的恩典当中，主求你亲自来看顾，求你亲自来引带，主特别伫教会要来到伫后礼拜，主要来到开始即个修宪的工程，伫当中需要真济。阮伫当中要来有备，要来聚会，遮个等等，主啊，求你拢伫当中，你亲自来扶持，你亲自伫当中来带领阮，你亲自伫当中显明你的心意，显明你的听通。主啊，互阮伫当中同齐来敲找你，同齐来仰望你，求你照着你的心意，照着你的旨意，主啊，你要伫阮当中讲上帝，愿你的名得胜。愿你的名伫阮当中得到荣光，愿你的名伫阮当中得到你伫当中所有一切的祝福甲恩典。主啊，互这修宪的工程，所有一切伫天棚伫当中的修理，伫当中便所的修理，拢伫当中会当来照着上帝你的心意，你亲自来带领，来互这个规划会当照着你的心意来完成。
主啊，互伫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拢伫当中同齐努力，借着咱的奉献，借着阮伫当中彼此努力，主啊，拢伫当中会当来完成这个工。主啊，这一切拢是上帝你的疼痛，这一切拢是上帝你的恩典。愿上帝你照着你的心意，你的看顾，你的引带，特别赐福伫阮的内面。主，愿仰望你，愿感谢你，阿罗你。是阮疼痛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看顾，因为你的引带带领阮，而阮虽然伫落雨天，虽然伫当中有一寡兄弟姊妹无方便来出门，阮犹原会当伫线顶，做伙甲兄弟姊妹来做伙来敬拜。主啊，这是上帝你予阮特别的恩典，予阮伫当中借着这个恩典，阮会当伫当中来继续。来歌颂你，来敬拜阿罗你的名。主啊，特别求你看顾带领乐信教会为后礼拜开始，要开始这个修宪的工程。求上帝你亲自来引带，这毋是干这工人伫当中所做安尼尔，乃是上帝你伫当中你亲自来带领。就亲像圣经当中所讲的，若毋是耶和华起造房屋。起造的人着空空落苦，咱特别要为着这个修宪的工程，求上帝你亲自来带领。若毋是你伫当中来运行，若毋是你伫当中要伫当中来带领规个工程的进行，这一切拢是空空。主啊，愿你亲自来带领，愿你照着你的心意成就一切，互这个工程会当真正。伫台南市这个所在来荣光上帝你的名，愿仰望你，愿你的疼痛，愿你的旨意显明伫阮当中。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上帝，下面时间咱就要来开始今仔日第一堂的主日崇拜。咱请线顶的兄弟姊妹嘛伫当中同心有备心，要来敬拜上帝。咱只是请建基兄来报告。耶稣讲，甲你的拐啊等一边，徛起来，就凭着你的信心，就甲行去。哦，感谢主，我是一直咧复原。但开刀到今仔日拄啊1个月满1个月，吼豆豆啊，过来复原，感谢各位。落这大雨，互做些无方便哦。但是你若看到讲中国的水灾的车拢伫咧水内底咧受吼，咱是有够幸福噶啦吼。好，感谢主，我来做消息报告。今仔日廖牧师前往屏东圣教会正道。请兄姐为牧者的侍奉代祷。第二，今仔日2堂崇拜后，敬请兄弟姊妹留步伫原来的座位，咱等下要翕相。第三，今仔日1点伫教会3楼要召开修宪的会议，请修宪小组同工留步来参加。第四。8月24到26，就是拜1到拜3总会牧家旅游，将要去台东。教会牧师同工将会前往参加。请为出入代祷。第5条，8月26，拜3祈祷会改做线上举行。敬邀兄姐，大家做伙伫线顶来祈祷。第6，教会因为礼拜堂的修宪工程，对8月30，就是后礼拜日开始。主日礼拜将改在这个小西门里的活动中心举行，合并做1堂崇拜。主日崇拜甲儿童主日学的时间改做9点半到11点。当然1堂了吼。儿童主日学地点，永源
伫即个教会3楼到5楼敬请兄姐大家注意，并且持续为着修宪工程代祷。第7，教会对8月30起伫小西门里的活动中心聚会期间，招募聚会前，场地布置动工差不多有20名，会轮班来排班。需要伫每礼拜日上午8点半到场来预备。若有意愿要服侍的，请到招待道来登记。第8月30下礼拜日主日崇拜后，敬请兄姐老婆做伙来协助教会2楼的一寡物件，甲搬去其他的空间。感谢各位兄姐的服侍。第9，教会礼拜堂即个长条的即个实木的椅要开放，互兄姐大家纪念、收藏、奉献、认讲，费用自定。所有的收入将全部转做咱的修宪基金，请向办公室来登记。今仔日截止。以上敢有补充报告？若无，咱要请敬拜团。各位兄弟平安，平安。今仔路大吼，台南市个停班停课吼所以咱会当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这是何等大的福气。甲咱倒边正边的兄弟甲伊讲，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甲你做伙敬拜上帝。感谢主，咱也欢迎伫线顶的兄弟姊妹，甲咱同心来敬拜，互咱将所有荣耀、乐乐，拢要归乎咱的上帝。这是兄弟起立，咱用着跳欢喜的心来称颂咱的主，伊的名是配着咱一生来乐乐伊。哈利路亚。我的心，我的梦，我要遵照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为你吟诗，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丰收大乐。我的心，我的梦，我要遵照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为你吟诗，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丰收大乐。万世万代拢要乐乐你，要保佑你宽谅造位，传播你为阳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乐你，要保佑你宽谅造位，传播你为阳甲尊贵，永远称谢你名无离。我的心，我的梦，我要遵照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为你吟诗，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丰收大乐。我的心，我的梦，我要遵照你的名，我要永永远远称赞你。我要为你吟诗，我要永远乐乐，你是一大丰收大乐。万代拢要乐你，要保佑你宽谅造位，传播你为阳甲
在、今在、永远在的主，为敬古到永远，你是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万物拢要来到你的面前来学乐你，将所有荣耀、荣光归乎你。你不为大，分受极大恶乐，天顶地下，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你是永远我的主。主啊，万世万代、万邦万国，拢要来学乐你。唯有你配得一切荣耀，配得所有的颂赞，所有的宽饼、尊大、荣耀、能力、强盛，都归给我们的神。主，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称颂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万世万代，拢要来学乐上帝。哈利路亚！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要保佑你宽仁作为，传播你为阳高尊贵，永远降下你名无离，万世万代拢要学乐你，要保佑你宽仁作为，传播你为阳高尊贵，永远降下你名无离。哈利路亚！咱将所有荣耀、荣光，拢要归乎至高的上帝。哈利路亚！请坐。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的疼痛，救赎阮的活命，为黑暗进到上帝你光明的国度，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也互阮会当伫人生的路程，阮拄着困难，拄着挑战，拄着病痛，主你牵阮的手，用你的话语来坚固阮的心。毋是阮会当做啥物，是上帝你将你的能力，将你的圣灵大大放伫阮的内面，来引带来带领阮。阮会当赢过这个世界，阮会当赢过阮的病痛，阮的软弱，真做刚强。主，阮要恳求你，互阮一生的路程，你教阮同行，教阮同在，也互阮真正看见上帝你伫阮活命中，你对阮的心意是啥物？阮就对主安尼来行。感谢主，我们一生来亲近主，我们一生来到你的面前，无求这个世界，阮单单要来靠无你，单单来找求主，伫阮的一生当中来荣耀主。主是我永远的善良，也会朋友他生命，我一生所表路顶中，恳求主教我同行，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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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所表
真天主愿亲近你，你就亲近阮。主亲近你是何等欢喜，何等有福气的代志。愿意每一天拢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主，恳求主甲阮同行伫每一天每一个日子。主是我永远的山崖，也会变有那生命。我一生所行路点着，恳求主甲我同行，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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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生所行路点着，恳求主甲我同行。我不求世界的欢乐，也不求世界的名。我愿意受任何艰难，只求主甲我同行。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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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受任何艰难，只求主甲我同行。因带我过死幽谷，渡过苦海的路程，当天亮星芒大开，我甲主同进天庭。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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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亮星芒大开，我甲主同进天庭。亲近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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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亮星芒大开，我甲主同进天庭。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我要宣告，当天顶永生门拍开的时，主愿要甲你同在。主愿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要跟对耶稣的脚步，行阮一生的路程。互阮向着标杆直跑。主啊，这个标杆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十字架。主啊，愿意派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你，一生献伫主你的面前。主啊，感谢阿拉你，哈利路亚。咱请兄弟起立，互咱用这首的诗歌，真做咱的宣告，一世人拢要跟对耶稣，做上帝器具。有你那是我所生当的日子，我对你会的心，因为你光在你亲像会在你，个亲像滚激起，愿一生夸靠。只有乐土甲忧愁，
时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是毋是常常甲受烦恼苦藏伫咱的内面？耶稣基督是咱上大的倚靠，耶稣基督保守看顾咱，恩待咱，伊无放失咱，所以咱得放心将咱家己交伫上帝手中，交伫耶稣基督的手中。伊用主爱来充满咱每一个人，也互咱靠着信心，一生来跟对伊，也将咱家己伫这地面上短短日子，将咱家己咱的才能、咱的时间、咱的金钱等等，奉献互主耶稣基督。无论是咱最近的这个教会修神的工课，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份。无论是咱的金钱的奉献，无论是咱做工的，无论是咱来服侍人、服侍上帝这样的工课，主拢纪念。这是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为着咱家己愿意奉献咱的一生，互主来使用，互咱的教会会当因着咱的奉献，会当得到上帝荣光。得到上帝祝福，也互济人会当得到福音，会当得到这个救赎。这是咱开声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主啊，阮是你手中的器具，主，阮要来学乐，阮要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教会伫修神的期间，上帝每一位兄弟姊妹，阮的奉献，无论是阮的时间、阮的金钱、阮的才能，上帝拢要单单奉献予你，主啊，互教会会当彰显你的荣耀，彰显你的荣光。每一位兄弟姊妹，主啊，阮的心要火热起来，阮要起来做上帝的工。主，阮要起来将阮家己完全献伫你的面前，互你来使用。主，阮感谢你，愿你的疼痛教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互阮彼此相听，互安乐神教会真做是一个听的教会、祈祷的教会、传福音的教会，也互社区会当得到这的人得到救恩。主，阮感谢你，阮一生要来跟对你，阮的心、阮的灵，拢要奉献伫上帝你的面前。哈利路亚。阮一生要跟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阮一生。主耶和华，阮的上帝，阮来仰望你。伫阮的一生当中，真正是无啥物会当夸口的，阮只有夸口主耶稣的十字架。只有夸口是主耶稣伫阮的活命当中成做阮的救主。主啊，只有你伫阮活命当中带领阮、引带阮，互阮一生倚靠你。互阮一生仰望你，总是伫阮的活命当中有济的艰难困苦，有济的劳苦病痛，有济伫阮当中，阮无想要继续留的代志，但是当阮甲你见面的迄个日子，是上帝你施行拯救的日子，是阮会当甲你相见面。阮的活命会当得到全然的透放，我会当进入到伫上帝你为阮所备办迄个荣耀的国当中。
主啊，阮来到伫你的恩典内面，阮仰望你，求你赐予阮伫地面上有信心、有忠心，互阮用阮的一生持守来跟对你，用阮的一生持守要来掠条你的应允，要来迄个标杆来直走。主啊，是上帝，你甲阮三个同行，愿阮的一生要来倚靠你，要来跟对你，用阮的一生要来荣光上帝你的名。愿你祝福伫每一位，奉你的名来到伫礼拜堂当中敬拜你的兄弟姊妹。愿上帝你的疼痛，愿上帝你的恩典，一生陪伴阮的路程。愿仰望，愿学乐，愿敬拜你。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阿门。咱同齐用诗篇23篇来加做咱的祈祷，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引带我伫通安溪的水边。伊予我的灵魂精英，为家己的名引带我行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无惊灾害，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拐，你的竿，拢安慰我。伫我对敌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了我的头，予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要有恩惠慈爱对着我。我也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阿门。兄弟，请坐。下面咱要来启应文第34篇，启应文第34篇。我来启兄弟来引，好的所在，咱大家做伙来读。我靠耶和华的人，亲像锡安山，永无游动。众山怎样威慑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威慑伊的百姓，对这时直到永远。当耶和华将遐受掠的带回锡安的时阵，阮亲像最忙的人，阮满口喜笑、满嘴欢呼的时阵，我帮中道人讲，耶和华为因做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咱行了大事，咱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互阮受掠的人拢归回。亲像南地河水过流，老目屎也种的，要欢呼收割。迄带种老目屎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带好困转来。阿门。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予三位传道。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疼痛，虽然今仔日停班停课吼，但是咱感谢主，咱有缘会当有机会持守咱的忠心来到伫主的面前，无论是来到伫礼拜堂当中，伫实体聚会兄弟，也是伫山顶参与敬拜兄弟，愿上帝拢亲自伫咱当中看顾咱、陪伴咱、扶持咱。今仔日特别。今仔日是一个真特别的主日，因为伫当中呢，今仔日呢，因为过去伫今年当中，圣教会是今年是100周年嘛，咱顶2礼拜嘛有去到伫东海大学伫当中参加即个100周年的感恩礼拜。伫即个100周年当中呢，毋是干那举办迄个感恩礼拜安尼尔，伫100周年当中嘛特别举办一个。青年的宴会是圣教会全国所举办的这个青年大会。在这个青年大会当中呢，过去实在讲圣教会全国无特别讲，逐年拢咧举办这个特别的全国的青年的组织，是因为100周年的关系，所以今年特别伫当中对2当前开始伫总会当中设立这个青年局。就是伫当中要来专心来举办这个青年的事工，
所以伫当中，这青年的同工、青年的牧者伫当中做伙来筹备即个青年大会的时阵，伫当中伫今年要来第一摆用青年局伫当中要来做这个青年大会，就是伫8周年当中青年大会。咱感谢主，伫今年全国拢总有180位左右的学生青年伫当中做伙来伫当中参与伫即个青年大会当中。伫咱教会嘛有一寡遮个学生做伙伫当中来参与。今仔日呢，因为遮个学生因伫青年大会当中有受到上帝感动甲引带，因特别伫因活命当中有特别的见证，要来甲各位兄弟姊妹来分享。所以今仔日就伫咱2堂的崇拜当中，咱拢总有3位的遮个青年要伫当中要来分享见证。咱真感谢主，是上帝伫当中的同工，是上帝伫当中做伙来完成遮个代志。当青年大会最后一天的时阵，咱看到其实有真侪遮个青年伫当中拢有受到感动，拢伫台仔顶来分享见证。但是毋是干那安尼尔，咱转来到伫每一个人的教会当中，因特别拢伫教会当中要来分享因活命的见证。今仔日伫第一堂崇拜当中，咱特别要欢迎郑豪。郑豪呢，伊是即摆呢是伫咱学生伫带国中甲高中的青年，伊正做即个年龄的辅导。所以伫即摆的青年大会当中，伊嘛是正做辅导伫当中来带队去到伫嘉南药理大学伫当中来参与营会。咱今仔日呢，伊嘛是要用一个辅导的身份，伊伫当中要来分享伊伫即个营会当中，伊受上帝带领真美好的见证。所以下面的时间，咱就要请郑豪伫当中来甲咱分享伊的见证，咱拍鼓啊欢迎。好，绿色的。大家好，大家平安。今日要分享的见证是为我台语无啥认懂，有时阵会用故意歹势是为我要去这个营会8月1號7月底遐要去这个营会进前开始。伫这个营会进前我生活过了足迷茫的，毋知影要往倒位去，因为拄好工课，互人死头路，是因为公司经营无好人迄叫裁员呐，人员缩减迄种的，所以互人死头路安尼。新的工课虽然有找到但是因为爱考证照，所以搁咧考，未考到的，爱单科起安尼，所以嘛未入职。伫这个生活中间，因为无工课，有一寡可能像保险，一寡车贷还是啥的，爱用着钱，所以嘛为着钱咧烦恼，搁来为着工课咧烦恼，搁有生活中有一寡甲朋友、甲人的人际关系，嘛拢咧烦恼，咧互这个压力所填满伫这个生活当中，我拢是用各式各样的工课，像我有诶，迄时阵我有去走外送，无就是甲朋友交陪，可能嘛有咧耍一寡玩具，用迄玩具来趁钱，就用各
各式各样的物件填满我的生活，想讲安尼会较免去烦恼遐个物件，遐钱啊、工课啊，有诶无诶物件，安尼。而且伫旧年我有去青年宣道大会青宣呐，哦，迄时阵我伫青宣内底，我受讲吼，神要互我一个方向，想要叫我去读神学院，但是我一直逃避即个方向，因为我想讲，我的生活，我搁爱钱，我有需要，我搁有我的朋友，我无愿放下这个代志，这个生活，所以我一直咧逃避这个代志。一去到营会中间，我想讲好，有这个烦恼，这个压力伫身躯顶，但是我想讲不要紧，反正梦纯姐甲邵伟哥因邀请我去带遮个青年去到营队内底，我家己嘛足愿意要爱去，因为我虽然虽然我迄时阵逃避神的引带，但是我足爱我的神，所以我嘛是去啊。好，去伫咧中间内底，我嘛一直咧思考，一直咧迷茫我的未来要为倒位行，毋知影要为倒位去。但是伫咧这中间，第一营会的中间，神互我的心常常放互开，用诗歌，用内底各式各样的牧者的分享，互我的心会当放互开，无啥去看到我生活中遮的烦恼。但是我即个做全职同工的服侍，甲神学院即个烦恼嘛伫我的心中，因为伊为顶年到今，我拢一直会想着，但是我一直无想要面对。无想要面对的原因是，有几点，一点是像拄仔有讲到的，即马有家己的生活，无想要放互开。过来是因为金钱的压力，我曾经甲阮爸母问过，讲。若讲我要去读神学院的话，因会同意无？阮老母是讲，伊绝对支持，但是阮老爸讲，问我一个足血淋淋的问题，就是讲，啊，你要去读神学院，你有钱吗？嘿，伊讲。你读神学院这3年，我嘛无法度，互你钱去读，你爱家己生钱出来，学费、生活费，去外口住，这些钱你拢爱家己出，你有钱吗？所以我一直咧逃避这个问题。但是我伫咧营会中，差不多要爱。煞尾的时阵，有一工咧食暗顿的时，嘉义信教会的子宣传道，拄啊好因缘际会下，阮营队中，阮的一个学青，
伊对新下院有兴趣，所以伊就去甲子宣传道开讲着，啊，子宣传道就对咱小组来做分享，伊就分享伊是安怎去读新下院，神是安怎甲伊帮助，互伊伫咧新下院内底即段时间中，伊讲伊是身躯无几甲用，但是出来的时阵嘛是无几甲用，但是规个中间伊家己无出着半仙钱，嘿，伊就讲伊厝里经济无法度支持伊去读新下院，但是伊凭着对神的信心，伊是对神的热情，所以阁有神的呼召，所以伊就去啊。而且神嘛，甲伊帮助，互伊伫即段时间内底，神拢无互伊，拢无互伊有欠亏。伫咧这中间，我着受到足大的信心，因为我上重要的问题就是阮老爸互我的迄个问题：你有钱无？所以伫咧宴会当中，我着向神来求讲：主啊，若讲你互我即个呼召，互我的即个方向，去读新下院即个方向，是你阁想要互我做的，你无改变的话，主求你。互我一个确定的想法，而且互我的心会当定落来，为着你要互我这个道路帮助我。过了后，应对了后，转去，我着搁甲共款的问题讲，我想要去读新下院，这个问题问我爸母，即届阮老爸就讲，嘛是共款讲钱的代志，但是伊即届就无遐强烈的反对，伊就讲：你真正想要读，你着好好认真，啊嘛，互我看到。但是伊无讲要帮我帮赞，伊无讲钱要帮我帮赞，但是伊讲我同意啊，伊同意啊，但是伊无要帮我帮赞就对。所以我即摆嘛甲神咧求讲，你帮助我，像帮助子宣传道安尼共款。啊，我嘛愿意用我一生奉献予伊，去读新下院，毋管是去读新下院，毋管是煞尾了后，我的生活要安怎，我甲我的一生交托予我的主。最后，我伫最近读圣经的时阵，读到是约翰福音17章20到22节，是经文是这样的：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明白到
我虽然是软弱的，我虽然是不足的，而且是可能会去逃避神要给我的方向的，但是耶稣是我生命唯一的主。他甚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开口亲自替我们祈求，与神合而为一，以及我们能够得他的荣耀。所以我坚信，生命中如果有很多的选择，我仍然要一生来侍奉我的神。这是我的见证，感谢大家。咱感谢上帝的带领，互咱教会的青年伫当中得到上帝真美好的感动。虽然每一个人可能伫活命当中的感动可能拢无一定共款，但是呢，上帝伫每一个人活命当中拢一定有一个共款的引带，就是会吸引人来倚靠上帝，吸引人来超找上帝。当人伫活命当中软弱有需要的时阵，是上帝亲自伫当中来带领，是上帝亲自伫当中要来成做软弱人的倚靠。愿上帝亲自透过正好伫伊活命当中的见证，会当成做咱的鼓励。即时请咱做伙来分开伫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也是咱有早咱家己的圣经，咱会当来分开咱的圣经。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经文记载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11节到16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4章11节到16节，现着请咱着同心，咱做伙来上读这段经文，请。这个代志，你爱吩咐人，也爱教导人。唔通叫人看轻你的少年，总爱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清洁顶面，拢做信徒的榜样。你着爱用宣读、劝勉、教导为念，直等到我来。你唔通看轻家己所得到的文书，就是早前借着有言伫正长老按手的时阵赐予你的。这个事你爱殷勤去做，并爱伫遮专心，互众人看出你的忠进来。你爱谨慎家己甲家己的家事，着爱伫这个事顶面恒心，因为安尼行，又会当救家己，阁会当救听你的人。咱圣经读到遮，咱搁一摆来祈祷。因带阮活命的主上帝，阮来到伫你的面前，阮要来仰望你，是因为你的疼痛，是因为你的旨意踮伫阮的内面。互阮虽然伫世间，阮有想要做的代志，但是当阮拄着困难的时，的道路，继续互阮的一生会当倚靠你来行，继续互阮会当用阮的一生学习伫教会当中、伫家庭当中，互众人看见，阮是你的儿女，阮是倚靠你的，用阮的一生要来见证上帝你的荣耀。愿上帝你照着你的心意祝福伫阮活命当中，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要做伙来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叫做亚哥的成长，亚哥的长大的教会。亚哥的大，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可能咱特别吼，咱若是看到亚哥的大这个事，特别会当看到伫即世代的青少年当中，
咱常常会用抑搁咧大来形容遮个青少年，因为因可能因甲细汉囡仔比起来，即个年纪的青少年呢，已经是一个踮伫一个真特别的时期。因袂爱人叫因是细汉囡仔，但是呢，虽然因感觉因家己已经大汉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青少年因拢是安那，因拢是身躯大汉啦，但是因的心内底还阁无大汉。因拢是身躯，因为到伫即个年纪的时阵，因已经大汉啦，但是因的内心对袂着遮个身体成长的速度。所以伫即个时期的青少年呢，伫因身体还阁咧大的时阵，其实因的内心嘛是安那，嘛是还阁咧大，还阁咧大是咱对诚做咱对青少年的想法，因为咱想讲哦，因还阁无够成熟，所以呢，伊还阁有真侪成长的空间，还阁咧大，就代表。一个人是安那，是伊还阁咧成长的过程当中。各位亲爱的兄弟，今仔日咱特别嘛要来讲的是，安尼，咱要怎样来看咱的教会？咱的教会敢是一个还阁咧大的教会呢？咱感觉咱的教会已经成长到伫圆满啊吗？也是讲咱的教会还阁咧大呢？当咱看到一个囡仔，若是吼咱特别吼，伫咱差不多过年的时阵吼，咱亲情吼拢组织做伙的时阵，咱就会看到吼，迄个亲情某咪人的囝吼，足久无看，一冬看一摆，啊，就看到伊的时阵，哦，啊，你佫变愈大汉啊呢，就一直咧想讲，哦，即个人吼一冬无看尔，就变佫愈大汉啊，即个肉体成长。其实是咱会当用目睭会当看见的，但是亲爱的兄弟姊妹，教会成长，咱要怎样会当看见？咱要怎样会当看见教会成长呢？伫今仔日经文当中，特别要甲人讲，教会成长是啥物？教会成长是咱的人数变做愈来愈侪安尼尔吗？是咱的事工做了愈来愈大安尼尔吗？也是讲咱的教会会成长，咱的教会还阁咧大，是啥物所在咧大？是人数咧大，是事工咧大，也是讲是咱内心，是咱的活命咧大呢？今仔日的经文当中特别甲咱讲到提摩太前书第4章，他拄仔咱所读的经文当中15节。15节特别保罗伫当中讲到，你着爱互众人看出你的忠心来，你着爱互众人看出你的忠心来，你着爱互众人看出你是一个还阁咧大的人，你着爱互众人看出来，你已经比过去成长搁较济啊。虽然这是保罗对着提摩太个人的劝勉。但是对今仔日的教会来讲，这毋是干那讲到个人，这乃是对规个教会群体会当做伙来讲的代志。咱规个教会群体，咱爱做伙来忠进。规个教会群体，咱爱做伙来忠进。就亲像他拄仔咱所讲的，人数的增加，可能是人上大声会当看到重大的部分。但是，就亲像青少年同款，毋是讲咱身体大汉，就代表讲咱已经忠进啊；毋是讲咱身体大汉，就代表讲咱的内心嘛对咧大汉啊。教会的成长，嘛毋是干那讲咱的人数增加安尼尔，嘛毋是讲咱的事工做了愈来愈大、愈来愈好安尼尔。教会成长更较重要的。就是咱的内在，咱内在的活命，咱的心内底，咱属灵的活命，敢有对咧大汉，这才是重要的代志。所以保罗伫当中，伊伫提摩太前书当中，伊劝勉提摩太有真济
伫牧会当中的劝勉，特别伊着互提摩太有一寡伊会当去学习操练的代志。操练什么代志呢？是伫今仔日所读这段经文进前，就伫第4章的第7节到第8节，保罗特别伫当中安尼讲，伊讲你着爱伫敬虔顶面操练家己，操练身体益处也搁较少。伊毋是讲操练身体无好，伊是讲操练身体真正足好，但是甲一件代志比起来，有一件代志比操练身体也搁较重要，也搁较有益处，就是安那操练敬虔。伊讲你着爱操练敬虔，因为只有敬虔，凡事拢有益处。但是兄弟姊妹，咱着爱来思考敬虔这个词，敬虔这件代志听起来真抽象，对无？咱听起来毋知影讲安尼。咱要安怎做，较代表讲咱是咧操练敬虔呢？所以这就是刷落来保罗伫当中所讲的。伫11节到16节，保罗用足济，恁若看遮个经文的时阵，会看到讲11节到16节，保罗定定咧讲到哪，你着爱安那，你毋通安那。遮个代志，就是咧甲提摩太讲，你爱用遮个你着爱安那，你毋通安那来操练敬虔。这就是咱操练敬虔的方法，但是呢，这操练敬虔呢，毋是讲安那，毋是讲咱是毋是一个律法主义，毋是讲哦，我着爱做啥物代志，上帝较疼我着爱做啥物代志，上帝较会甲我同在，毋是安尼，是讲因为你已经接受耶稣，耶稣已经伫你的内面。是因为圣灵伫你的心内面做工，你才会当开始操练这个敬虔的代志。所以咱爱先知影这个顺序是怎样来发展的。刷落来，咱就要来看保罗伫当中所讲的爱操练敬虔。第一个就是讲到爱活出一个榜样；第二个就是爱投入委身伫教会服侍当中。第三个部分就是你一定爱持守到底。这是咱今仔日咱所要分享的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保罗甲咱讲，你着爱活出有这个模范，你爱做正人的模范，你爱做正人的榜样。保罗伫当中所讲的，伊毋是列出一个操练的清单，讲安那，讲你着爱做这做迄。你爱这项做会到，这项做会到，你较会当称做敬虔。保罗毋是安尼讲，保罗是先讲有一个敬虔的人，伊是一个怎样的人？敬虔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保罗伫当中讲到，是要做信徒的榜样。第5个方面，要做信徒的榜样。这那第5个呢，就是言语、行为、听心。信心甲清洁，伫这5个榜样，伫这5个顶面，5个代志顶面，爱真做正人的榜样。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实在讲是真实的，嘛真互人会当来思考的代志。一方面，提摩太伊是一个真年轻的传道人，保罗勉励伊爱。尽到一个传道人的责任，就是爱将福音的真理教导兄弟姊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提摩太伫牧会当中所拄到一个上大的挑战，毋是讲伊能力无够，伊拄到一个上大的挑战，就是安那，就是伊足少年。伊是一个真少年的传道人，所以当伊来到伊服所教会，要伫当中来牧会的时阵。其实伫当中可能伫教会当中有一寡真有经验的兄弟姊妹，有一寡烦恼伫当中，要看伊要安怎做。所以其实伊伫当中，伊有拄到真大的挑战，就是伊真少年。伫当时的文化当中，伊的少年无代表讲伊是经验无够，但是呢，这个少年可能代表的就是安那
别人感觉讲我的资历比你搁较深，所以你着爱听我的。但是保罗无鼓励提摩太讲，你着爱去争取你的地位，你着爱去争取讲你有啥物权柄会当来教导因。保罗讲，你唯一会当拥有的权柄，就是你爱安那，你爱真做正人的榜样，你爱真做正人的模范。保罗毋是讲，你着爱用你的文字，用你的口才去证明你家己，证明讲你是一个真有能力的人。保罗无安尼讲，伊是讲你爱伫这5项代志顶面，爱做信徒的模范。这5项代志，言语、行为、听心、信心、甲清洁，这拢毋是讲一个人的文字，也是能力。这咧讲的是一个人活命的品格。你着爱伫活命的品格顶面，爱真做正人的模范。就是你家己甲人际关系，你甲上帝的关系，也阁有你家己的心思意念。伫这当中，你拢爱真做正人的模范。这就是保罗咧劝勉提摩太，要真做，也是到伫今仔日，要来真做今仔日的教会，要来学习，要来成长的方向。咱的教会要伫啥物代志顶面爱大汉、爱成长呢？就是爱伫这5个代志顶面，言语、行为、听心、信心。甲清洁顶面，就亲像咱头拄仔所讲的，保罗伫这段经文当中，上重要要讲的一件代志，就是爱互人看出你的忠心，爱互人看出你的忠心。你的忠心是爱互人看会到的，你的忠心是爱互人看到讲哦，这毋是代表你甲你家己的生活过了就好，安尼就好啊，是爱你甲人。做伙的过程当中，你着爱互人感受到哦，你这个人大汉啊，这个教会大汉啊，甲以前无搁再共款啊。咱有啥物看会到的忠心呢？早前咱可能咧讲话的时阵，拢讲一寡较负面的话语，但是今仔日现在，咱的大汉，咱的忠心。就是咱会当讲一寡会当造就人、劝勉人、会当安慰人的话。咱早前，咱可能做代志，咱拢是安那，拢是半途而废，拢是做一寡代志，但是安那，但是无法度持守到底。但是到伫今仔日，现在咱的大汉，就是咱会当主动来承担一咱以前可能毋敢做的代志。咱即马，咱会当学习来做。咱早前可能敢若会顾家己的生活过了好，还是毋好。但是现在，咱会当看到人的需要，咱就会当主动去帮助人，主动去关怀人的需要。这就是伫咱活命当中，咱所讲的看会到的忠心。这毋是咱会当。用啥物代志来证明我足厉害？是因为安那？是因为上帝改变咱心内面的品格，互咱讲哦，咱的忠心是因为咱会当去真做正人的祝福。当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拢行伫这条成长的道路顶面，咱的活命的榜样，就会当真做影响其他的人的活命。成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少年人需要帮样，细汉囡仔需要帮样，粗心的人嘛需要帮样。伫教会当中有真侪人，也搁咧较无真道，也搁咧超找上帝的时阵，伊就会，遮个人就会对咱的活命来看到一个基督徒是啥物款的榜样。咱会当怎样伫这5项代志顶面，成做正人的榜样？咱每一个中大成熟的基督徒，就会当因为安尼，伫别人的信仰当中，成做别人信仰顶面的帮助。
这是第一部分保罗所劝勉的，你爱诚做正人的榜样。第二个部分，保罗佫讲到，你着爱委心服侍，你着爱委心伫教会服侍当中，伫经文当中所讲的，你着爱用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伫等到我来，并且你毋通看轻你家己所得到的恩赐。这个恩赐是啥物意思？恩赐就是当上帝呼召你，当上帝差派你，要来做你今仔日所要做的事工，你今仔日所徛的位置的时阵，上帝所赐予你的能力，会当来做这个代志的能力，这就是恩赐。伫当中，咱会当来思考，这款的成长的动力，怎样会当继续来发生？就是爱安那，爱投入，将敬虔的活命变做咱活命生活的日常，将敬虔的活命变做咱生活的日常。安尼，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会当操练敬虔的意义，就是伫平常时的服侍当中来操练敬虔。伫平常时，伫教会服侍，伫家庭当中的服侍，伫所有伫工作、伫职场当中的服侍，这就是咧操练敬虔。所以保罗讲，提摩太正做一个传道人，这个教导人用福音的真理来教导人，这就是提摩太正做传道人伊的生活日常。伊就是不断用上帝的话来引带众人来明白上帝，来渴慕上帝，来超找上帝。但是呢，保罗嘛伫当中劝勉提摩太讲，你毋通看轻你家己所得到的恩赐，因为这个恩赐是过去你已受到呼召、受差派的时阵所领受的。你毋通看轻，爱将这个恩赐显明出来，就是运用恩赐要来服侍上帝。对一个传道人来讲，这个代志是真正常的代志。但是保罗的提醒，毋是干那是对传道人，保罗的提醒是爱对规个教会。借着一个传道人的活命，会当来影响规个教会；借着每一个基督徒的活命，会当来影响这个初信的人，这个细汉囡仔，这个少年人。两位兄弟姊妹，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成长毋是靠着一摆的感动安尼尔，成长是因为咱先听到上帝的话，咱听到了后，咱毋是讲哦，我听到上帝的话，我每一礼拜来听牧师听传道讲道了后，安尼尔就好啊。毋是讲我听了后，我就有这个代志，我知影要安怎做，但是我无去做。安尼就无算讲是操练，安尼就无算讲是操练。听到了，搁爱操练，操练到伫一个程度，就是互听到的代志，成做咱生活的日常。安尼，咱较会称做讲，咱的活命已经改变了。咱较会称做讲，咱的活命已经改变了。所以，各位兄弟。成长毋是一摆的感动，成长毋是一摆的感动，毋是讲今仔日来听牧师听传道讲道听了，我感觉真感动。但是安那感动了后，就感动尔，感动若无变做行动，安尼咱的活命就无算讲是成长。感动若无变做行动，咱的活命就无算讲是成长。伫今年咱所举办的这个青年大会，咱真感谢主。伫今年的7月28到7月31，伫这4天的营会当中，上帝带领这个青少年做伙组织，伫嘉南药理大学伫当中咧参加。咱嘛真特别感谢
伫咱教会当中有一寡兄弟姊妹投入伫志工的服侍当中，去帮助互遮的营会会当正常来运作。咱真感谢上帝。上帝带领，互即个圣教会全国青年大会伫当中的服侍，互遮的青少年伫当中参与的时阵，有经历真侪上帝引带。今年即个营会的目的，咱咧筹备遮个营会的时阵，咱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怎样会当来讲圣教会，要怎样会当对圣教会遮个青年来讲，啥物是圣教会？圣教会虽然咱今仔日知影伫台湾有真侪圣教会，但是咱敢真正知影圣教会的意义是啥物嘛？咱敢真正知影圣教会的核心，就是遮个四重福音是啥物嘛？所以今年的主题，青年营的主题特别的讲到，这是霍尼勒斯。霍尼勒斯的意思就是 holiness， 就是遮个圣洁的意思，圣教会圣洁的意思。holiness 过来一个副标题就叫做四重福音的传人，就是讲即个四重福音爱安那爱继续传承落去，这是圣教会核心价值，咱爱继续传承落去。所以即摆营会的目的，就是讲咱遮个牧者咧讨论要怎样来表达遮个四重福音，就是讲爱用四重福音来回应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挑战。福音毋是干那真做知识，福音会当真做真实来进入到伫咱内在的活命当中，互咱会当学习用福音的眼光会当来看世界，用福音的眼光会当来做，来对待人会当来做代志。所以这就是咱营会的目的，就是坚固圣教会青年对教派的认同，并且用四重福音来回应个人活命的挑战。今仔日，咱的青年徛伫遮来分享见证，是因为因伫暑假的青年营会当中受上帝感动，是圣灵伫因活命当中所做一切奇妙的工作。但是每一届的营会，每一届的营会虽然拢是上帝做工的时刻，但是每一届当咱咧举办营会的时阵，咱拢爱面对一个同款的挑战，就是要怎样会当将伫营会当中，互上帝感动的遐热情，会当继续持守伫咱的活命，伫咱的生活当中，这才是伫当中的关键。所以今年遮营会当中特别有设计遮的周边商品呐，周边商品咱伫内顶面嘛有公告出来，就是咱兄弟姊妹有兴趣会当到伫招待道遐来登记，有遮设计遮的帽啊，遮的营会衫，搁遮的鞋啊，这是咱同工伫当中真努力、真用心来设计遮的代志，设计遮的营会遮的商品。为什么要设计遮的代志呢？为什么要设计遮的帽啊？要设计遮的衫？为什么要设计遮的周边商品？是因为安那，因为要互人会当带转来到伫厝内面，会当安那纪念。当伊看到即顶帽啊，会当看到即领衫的时阵，就会想到讲，我迄时伫营会当中受到上帝什么款的感动甲引带。我迄时受到什么款的感动？上帝迄时怎样带领咱？可能伊过了几啊天，过了几啊礼拜的时阵，伊的热情已经渐渐冷去啊。但是当伊看到这个代志的时阵，伊会阁想起来讲：对，这是上帝引带。愿上帝借着这个商品，借着这个衫，借着这个帽啊、鞋啊，会当成做这个青年，伫未来的人生当中，每一天会提醒。
第三个部分，保罗伫当中就讲到，你着爱持守到底，你着爱持守到底。保罗续来继续讲，伊用三个词来讲到，你着爱持守，讲啥物呢？你着爱殷勤去做，你着爱伫遮专心，你着爱伫遮的代志顶面爱恒心。保罗用这三个词，其实这三个词拢真相像的意思。这拢是一直咧甲提摩太讲，你做遮的代志，你一定爱持守去做。你唔通安那，你唔通做2-3分钟的安那，人讲是3分钟热度。你唔通讲你做干那做1-2个月，伊就感觉讲啊，我做忝啊，感觉讲啊，这做起来感觉无效果，安尼我无爱做啊。你爱做遮的代志，你着爱殷勤，你着爱专心，你着爱恒心。你着爱伫当中专心来敲找上帝引带，才会长进。保罗讲，你爱互人看出你的长进来。这个长进，毋是讲咱亲像身体的成长共款，干那会当，咱着会当正常来食来啉，安尼咱的到伫年纪大的时阵，咱着会当大汉。这个长进。心内面的长进，敬虔的长进是爱操练的。敬虔的长进是爱操练的，一定爱不断透过操练，才会当看到真正的成长。所以保罗连续用到几个意义同款的这个词，就是要来做讲这个代志，来劝勉人讲，你着爱往一个目标继续来奔走。你着爱往一个目标，持守一个目标，继续来奔走。这嘛是咱基督徒一生的路程。这嘛是咱基督徒一生的路程。当咱一天过一天，咱的目标还阁伫咧无？当咱活命，咱的生活过了一天过一天，咱一开始的目标还阁伫咧无？最近，咱阁看到一个新闻吼，看到啥物新闻呢？就是甲咱台南有关系啦。咱台南市吼，对8月20的新闻哦，8月20新闻讲哪？台南的捷运吼，开始招标啊，讲上紧吼，2028年会当动工啦。嘿，这台南第一条的捷运嘿，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阵吼，实在讲啦，我无特别的欢喜啦。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去捌去看过一个新闻，过去捌看一个新闻安那，2025年的时阵就讲安那，就讲台南捷运确定有啊啦，上紧2026年会当动工啦。但是安那，2025年的时阵讲2026年会动工，啊，过来到2026的时阵，佮讲2028年会动工，所以安那一直咧延迟这个代志。我毋是讲这个政府做了无好啊，实在讲做这个工程吼，足大的工程一定会一直延迟，无毋对。所以咱嘛爱特别为着咱修繕的工程来祈祷。虽然咱望讲3个月会当做会到，但是咱求上帝带领，工程延迟是正常的代志。但是我要甲兄弟姊妹讲的代志就是，咱虽然一直咧延迟，但是迄个目标也是还阁有伫咧，迄个目标也是还阁有伫咧，咱着爱继续努力向前奔走。会延迟无毋对，咱的活命会拄着软弱，咱的活命会因为一寡代志，就互咱成长的速度变了搁较慢，无毋对。每一个人拢会拄着，但是咱莫因为安尼就讲，安尼我就无爱成长啊，安尼我就无爱做啊。这个捷运吼，到伫今仔日，今年讲2028年的动工，但是安那到伫2028年的时阵，咱搁看新闻会安那讲啦嘿。我望吼，我若摕到敬老票的时阵，会当坐个对。所以吼，伫这当中，我要甲兄弟姊妹讲的代志，就是咱每一个人
拢爱问咱家己一个问题。咱每一个人拢爱问，甲咱讲一个代志：上帝毋是爱人看到你的成就，上帝爱互人看到你的忠贞。上帝毋是爱互人看到讲哦，你已经做了足好，愈好偌好拄偌好，毋是安尼。上帝毋是爱人看到你的成就，上帝是爱人看到你的忠贞。你的忠贞是啥物呢？你的忠贞就是咱爱思考，今年的我比去年的我成长了偌济呢？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爱思考这件代志。今年的我比去年的我成长了有偌济呢？并且咱阁爱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成长，我厝邻的人有看到吗？伫教会兄弟姊妹有看到吗？甲我做伙生活的遮的人，因有看到吗？为什么爱真遮的努力来成长，要互人看到？保罗讲到，爱互人看出你的忠贞来，爱互人看出你的忠贞来。兄弟姊妹，教会啊，爱互人看出你的忠贞来，毋是一个人、两个人伫当中忠贞安尼尔，是规个教会爱伫当中，互人看出你的忠贞来。安尼，咱就会当知影，今仔日咱所分享的3个部分，画出一个榜样。就是互咱的活命真做见证，咱会当委心伫教会服侍，咱就会当互咱活命的成长会当持续来发生，并且咱会当持守到底，奔走咱一生的路程。互咱一生的年日，就是持守伫上帝的疼痛，伫上帝的恩赐当中。各位亲爱的兄弟，教会会当继续大汉，教会会当继续大汉，毋是因为咱比别人更较努力。教会会当继续大汉，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有缘伫当中咧起造伊的教会。圣灵无有停止做工，圣灵有缘伫当中来继续引带每一个人。福音继续伫当中来塑造每一个人的活命，来更新每一个人的活命。所以教会嘛无应该停止成长。当咱的活命会当活出榜样，会当委身服侍，会当持守到底，安尼这就毋是咧证明讲我家己有偌敬虔，这是为着要回应迄一位持守伫咱心内面，伫咱活命当中做工的主，因为伊呼召咱一同来起造教会，因为伊呼召咱一同来起造教会。各位亲爱兄弟，咱今仔日伫安乐性教会当中做伙聚会，做伙来服侍，咱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咱每一个人，咱拢称作是教会；咱每一个人拢称作是安乐性教会。愿咱安乐性教会，拢会当伫即个忠贞的道路顶面做伙持守，成做一间，互世间人看会到忠敬，嘛会当互人经历耶稣基督救恩的教会。愿上帝借着咱每一个人活命的成长，毋是停留伫听道，爱进入到伫行出上帝的道，进入到伫超然敬虔的生活，进入到伫真做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甲清洁顶面，真做正人的榜样，这款的生活，愿上帝赐福予咱。咱当心来祈祷，听从世间人的主上帝，
阮搁一摆来到伫你的面前，要来仰望你，要来敲找上帝你的心意。愿上帝你借着你的疼痛，显明伫阮活命当中。主啊，当阮活命咧成长的过程，有时阵阮会拄着真侪困难，有时阵阮会拄着真侪阮无法度家己赢过的代志。但是，阮求你亲自来帮助阮，互阮持守对你所来的能力，互阮会当伫即个世间，会当借着上帝你所赐互阮的恩赐，彼此来服侍，互阮不断操练，互阮的活命都伫当中学习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互阮的活命一天比一天更较忠进，互阮的活命会当成做一个祝福人、帮助人的活命，成做伫即个世间为你的福音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你借着你的心意，带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一生的道路，我靠你对你来行。愿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这时呢，来，我们瑞哲，请你先帮我放那个消息报告的部分。我搁一摆要来甲两位兄弟姊妹来报告，因为呢，后礼拜开始吼，后礼拜开始，咱教会主日崇拜，放到那个修缮的那个部分，好，对，第六点，好。咱对后礼拜开始吼，咱就要来改做到伫咱后壁小西门里的活动中心来聚会。咱真感谢咱的陈理长伫当中成全，互咱会当借即个活动中心伫当中来聚会。咱真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当中后礼拜开始，咱的主日崇拜时间是几点？9点半，是9点半，按咱。9点半到11点，咱有几顿的崇拜，敢若一顿尔哦，所以敢若一顿尔，咱莫讲哦9点半我袂赴，我后一顿还阁来吼，无啊吼，就是安那9点半大家做伙来，大家做伙来啊，下一点，好，就是咱有缘咧招募伫聚会前会当场地布置的当天，就是要来伫当中搬椅啊、砌椅啊，伫当中会要来整理规个环境。所以，咱希望会当招募到20位的同工，伫当中会有排班，一班差不多有10个人，伫当中会排班的方式吼。所以，请兄弟姊妹会当到招待桌来登记。若是咱平常时，就亲像咱平常时的台语堂的聚会，就8点半就来。咱若是平常时，就8点半就会当来，咱就会当投入伫即个服侍当中，邀请大家做伙来服侍。伫聚会了后呢？聚会了后，要散好吼，要来甲遮椅仔收好，遮个代志吼嘛，请兄弟姊妹吼，咱因为人迄时人就足济啊，所以咱就做伙来做，咱迄时就做伙来做，安尼做代志就会较紧，所以邀请大家做伙来帮助。好，下一点好。搁一件代志要甲各位特别来报告，就是后礼拜。因为咱修缮的工程伫要开始，咱毋是讲咱开始动工，咱较刷过遐来聚会，咱爱先刷过遐，因为安那，因为咱遮礼拜堂的物件，咱爱净空，咱较会当互工程会当入来到伫内底来施工，所以伫当中咱特别要伫后礼拜日主日崇拜了后，咱要请兄弟姊妹做伙，就是留落来继续协助。将咱教会1楼甲2楼遮个物品吼，会当搬去到伫3楼，也是4楼，也是地下室，伫当中有空间会当来放的所在，为着是要将即个空间会当来收清气，较会当互工程会当顺利来进行。所以请兄弟姊妹，后礼拜煞，若是咱无有特别的代志要来先离开的，请咱就会当做伙留落来，做伙继续。做伙来做，安尼人若侪做伙来做，咱会做的代志就会较紧，所以请大家做伙来帮赞。好，以上报告。好，这时呢，咱特别伫主的面前来奉献。
顶礼拜，咱感谢主，有真侪兄弟姊妹，因着对主疼痛的回应，有对修宪有奉献。今仔日游玩，若是咱游玩有对修宪顶面有感动，会当来奉献，咱嘛会当对为招大道遐会当摕到迄个修宪的奉献录啊，伫当中好。哦，爱翕相吼，好，对。咱即马先来翕相嘿。趁大家拢还阁伫个时阵吼，咱即马先来翕相，好来。好来，咱边仔的兄弟姊妹，咱先来迄个。来哦。好。好来，一二三，搁一张来，一二三，好来，我用自拍的，好来，好哦，有啦，好来，一二三。好，搁一张来，一二三，好，谢谢。好，即时咱就要有备心来奉献，奉献呢，若是今仔日游玩对修宪有感动，要来奉献的，会当到招待道遐来摕遮的奉献录啊，来游玩会当继续为着咱的修宪的工程来奉献。盼望上帝借着咱的奉献，要真做伫。修宪的过程当中，要真做教会咧推展逐项的事工当中，拢会当真做真大的助力。所以咱即时就请兄弟姊妹同齐起立，咱做伙用诗歌来回应咱的上帝，用诗歌来奉献咱家己的活命。有你生完。守算家己的日子，予阮得到智慧的心，因为伫你看清你，亲像过昨暝，搁亲像困一醒。愿一生看靠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早起时，用你主爱充满阮，予阮一世人欢喜。愿一生要跟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跟对你，幸无你，甲你行起。愿一生看靠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荣光献阮一生，愿一生要跟对你，阮的心献上予你，愿一生要跟对你，幸无你，甲你行起，愿一生看靠只有乐苦甲忧愁，紧紧过去无留啥物，求你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愿你的荣光显明。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的上帝用伊稳定的手
来坚固你的信心，互你每一工伫伊的真理当中插根，伫伊的听当中长大成熟，伫教会当中会当当心侍奉。愿主耶稣基督引带你效法伊的脚领，互你会当伫言语、行为、听心、信心、甲清洁顶面，拢会当成做正人的模范。互正人拢因为看到你活命的忠敬，得到活命的祝福。愿使人智慧甲启示的圣灵，每一工充满你的生活，使互你有一个殷勤、专心、恒心的态度，操练敬虔、持守真道，互你的活命成做你厝里的人甲教会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圣灵的感动甲引带，定定甲你同在，特别嘛要甲你厝里的人三甲同在，对答直到永永远远。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仔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外口啊，搁咧落雨吼，所以请大家离开。